西，为什么打我？讲我说小，我没有讲你啊，我没讲你，干嘛小？我没讲你，放手，操！我没讲你，他掉，好帅哦！干，哎呀，操你妈！干你讲，操你妈！我没讲你。昨天18日傍晚，有民众举报发生在本辖一心公园的这个少年斗殴事件。警方赶往现场，的确有发现少年被殴的情形，于是我们有介护这个少年到医院去就诊的。据我们侧面了解，发现这些少年斗殴的状况，完全是因为网络上这个互相散布不实的谣言所引发的这个斗殴事件。我们在傍晚又陆续传唤一些涉案人到案说明。同时我们在这边呼吁这个刑法对于150条聚众斗殴有加重处罚的规定，也呼吁民众遇到纠纷案件时必须冷静，以免处罚。那说想请教一下，他这个少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向我们报案是吗？这个少年虽然没有向我们报案，但是我们仍积极的这个依刑法150条公然聚众斗殴这个妨碍秩序来陆续通知到案。